跑！追！怎么不跑了？跑累了？大老板身娇体贵的，我看看刚才狼狈的样子，估计是没有力气了吧？别冲动，不管是谁派你们来的，我听你的仇家可是跟你一个圈子的，你能给的人家也能给。一个圈子，害你们来的是苏款，对不对？我可是他的。他跑了。对呀。这小子还挺有心眼的，要不是我们一直埋伏在暗处，早就让他给跑了。妈的，居然还藏了一招！老子刚才差点被他窝囊样给骗了，快点把他给我处理了！处理了。箱子里只有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，挺轻的，我自己可以。哎呀，我舍不得你嘛。真重啊！虽然你是为了离公司近才搬的家，但我……这么大个人了，碰瓷儿呢？大晚上不回家，在这拉客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刚在公司吃完饭回来的，自己眼睛长天灵盖上还怪别人。你说什么？见过遛狗不牵绳的，没见过出门不带头的。鼻子上长的是俩窟窿啊？怎么着啊？不会道歉，不会看路，连路都不会走啊？嘿，今天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今天就放过你。欺软怕硬，看咱们是女生就想欺负，结果居然被纹身贴给吓走了。是啊，多亏了他的贴纸，可起了大作用了。好啦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趁我搬出来，你们两个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啦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刚才有那么重？好累啊，还是敷个面膜就睡觉吧。苏可，我曾幻想过我和我的爱人重逢的那天，他应该像被神加冕的少年国王一样，惊艳我的目光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你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了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苏先生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躺在我的行李箱里啊？我被绑架了，我没想到他们这么……你叫我苏先生？
一个大学毕业的，我也是华大毕业的，和你一个大学。啊，那还真挺巧的。那个，能帮我解一下吗？好。那个，能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吗？好。请问，有我能穿的衣服吗？没有，你要是冷的话，我给你找个毯子吧。不对，毯子好像被绑架你的人拿走了，因为我们的行李箱一样，应该是被搞混了。我不冷，我是看你好像有点在意。我不在意，你这样也挺……没什么，别在意我说的话，我要休息了。真的是苏可，他看起来和大学时候完全一样。不对，就算他是苏可，也不是我爱的那个苏可。没事儿，秘方不会丢失，因为它没被保存在任何地方，只放在了我的脑子里。绑匪虽然通过定位抓住了，但奶奶的调任下达的突然，我没有任何提前安排。除了这个救了我的学妹，现在我谁也不信。你给这个账号打点钱过来，这段时间我只能拜托学妹了。而且，我也很好奇，这个公司没有我，他苏可能干成什么？你不用难过，妈妈以后会好好经营美容院，把爸爸欠你的那份责任也为你尽到。妈妈，你不要难过了。我不难过，因为你爸爸死在还爱着我的时刻，他永远也不会变心了。你要记住，爱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只有没有实体的男人才会永远爱你。你起床了？谢谢，但我……我实在没得穿，就穿了这个。对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上班了。等等，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对啊，明天才是周一。昨晚的事太有冲击性了，我的脑子都有些混乱了。他不会把我当傻子吧？总之，先吃饭吧。
我专门为你做的饭，你喜欢吗？你是更喜欢吃饭，还是更喜欢吃我？学妹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有点走神了，最近忙着搬家太累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昨天托朋友给你的账户转了点钱，本想着让你给我买手机和衣服，我看你没休息好，那还是等你明天下班后再。不用，其实我也没那么累，我现在就……天气不好，还是算了吧。我看你刚搬进来，房子还没打扫干净。等吃完饭，我给你打扫干净，就当是打扰学妹的补偿了。那也好，谢谢啦。那个，啊我的卧室你可千万别进。啊，那是当然，没有你的允许，我肯定不会进你的卧室啊。如今应总下落不明，分公司那边的事务急需人接手，所以只能由您。他苏印留下的烂摊子，凭什么让我苏可擦屁股？您和应总毕竟是同胞兄弟，也是公司唯二的继承人，他那边出了问题，自然是由您。同胞兄弟，我和他虽然是双胞胎，却没一处相似。奶奶从小主义的继承人只有他，就连传承多年的产品秘方都给了他。我就是个不被重视的富三代，帮他，哼，我哪儿配呀？按照流程，本应是应总抵达后由封总交接工作，但封总因为国外分公司的事情提前离开了，没能进行交接，所以这个情况恐怕董事长那边不会满意的。如果您要是不去的话，封总那里会很为难。好吧，奶奶平时最偏心了，总盯着二叔的错找他麻烦。我不能因为苏印的关系害他被奶奶骂。百师那边，我管了。他就这样忽然出现，帮我一起打扫了房间，一起吃饭，简直像在做梦。好想早点下班回家见他啊！不过这场梦什么时候会醒呢？哎，这也太折腾人了！让提前1小时上班，结果新领导又临时有事不来了。咱们作为化妆品公司，也太不尊重员工的美容觉时间了。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，你现在吃零食，午饭还吃得下？你还不知道？啊？哦，什么事儿啊？中午啊，可有大事儿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听说那个新的领导，什么赵组长，听说江爱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和我交往吧，我发誓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我的工资全部上交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
今天是周3，我应该喝奶茶，不是咖啡。走错了。奶，我在跟你表白，你却在想喝什么？这喜欢我是你的事儿，我要喝什么是我的事儿。难道我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事儿吗？你也太不尊重人了。还有，我们好像也不熟，平时好像没说过几句话。况且你叫这么多人来捧场，却没有通知我这个当事人，你就不怕我突发心脏病吗？这一下尴尬了。原来当事人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有心脏病。我没有，我现得。真是太精彩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我是哪个部门的重要吗？重要的不是你想通过道德绑架来表白，结果失败了，就恼羞成怒想打人了，真是小丑。你这位是负责接替封总工作的可总。哼，上午有事来迟了，下午会听你们汇报工作，看看各位是不是分内之事忙好了，才会来关注男女八卦。可总，好奇怪的称呼啊。哟，江小姐居然会弯腰啊！我还以为你就喜欢摆清高的脸勾引男人呢。哼，装货！你干嘛呀？自己做了那种事，还不让人说你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们家赵组长家里可是拆迁户，比你这个拿死工资的有钱多了，还给足了你面子，兴师动众跟你表白，你居然敢当众让他下不来台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在新领导面前装特别，想吊是吧？怎么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这个从美妆研发部裁下来的炮灰，生怕自己抱不到大腿，以后也会被市场部开除吧？我喜欢你，能跟我在一起吗？神经病啊你！怎么？难道是我不够兴师动众，不给你面子吗？那等其他同事过来再跟你表白一次，可以吧？当然不可以，我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呢？怎么不能的？虽然我是后转来的，但也是个组长。按你刚才的话来说，如果对方比你的职位高又有钱，你就应该答应他的表白，这不就是你的逻辑吗？不是，你只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但我们家赵组长是真的喜欢你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首先，我说了我们不熟。其次，你说他是有钱的拆迁户，但他对我的表白宣言却只是工资上交，也就是说，他承诺了一个对他无关痛痒的东西，对吧？哼！所以，你口中的喜欢，就是一个人把他不在乎的东西给另一个不想要的人吗？哼！我不跟你说了。好有趣的人，这公司来的不亏。啊切！你回来了。你的衣服。啊切！你没事吧？出门前忘记问他穿什么款式了，会是？
下雨了，仓库的新货还没收。抱歉，小姐，我们要打烊了。你选好了吗？就把这2件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小姐。下了这么大的雨，他其实可以明天再去买衣服的。淋了一身的雨，我应该提醒他记得带伞才对。他进去多久了？说起来，我好像还没问过他的名字。嘿，接着！你有病吧？这个不能摔！同学，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苏学长，你没事吧？苏学长，这是见义勇为啊！没事，不用扶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松手的。嗨，没事儿。我打听过了，那个苏学长冲上去抱住你的速度那么快，我估计平时没少锻炼身体，一定是羽毛球社团的苏可学长，人气高，反应又快。虽然他哥人气也很高，但听说性格很闷，不太像是会救你的类型。这样啊，消息给到你啦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追啊？不用，我会把这件事情好好放在心底。我不打算追他。怎么？你不喜欢他？我喜欢他啊，但是在这一刻，我确实为他心动。那你干嘛不追他？我不打算找他谈恋爱。我觉得爱情其实……六床患者醒了，家属来看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你刚才泡澡泡太久，晕过去了。我用你的手机叫了120，现在在医院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谢谢你啊，苏可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等等，他刚才叫什么？6号床家属，过来办一下手续。哦，来了。我把你的包也带来了，用下你的身份证。江爱，华大，我好像有印象。那我先去了。你好，我想办一下入院手续。好的。病人的既往病史你了解吗？不了解。拿患者的医保卡过来。这会儿太晚了，检查项目都没开，我们要看医保卡上的就诊记录来确定用药。好。医院需要你的医保卡，你放哪儿了？我去给你取。在我卧室的床头抽屉里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那你等我，我现在去。哎，别！
难道是他？学校还没引入电子借记功能，使用纸质借记卡时请小心。你怎么每次都这么说？我都快背下来了。我是在用我的方式向校方抗议，督促校方早日进步。我倒觉得纸质借记也挺好的，有一种旧时光的浪漫。上一个借这本书的人也这么说的。你们真是不干这活儿，不知道这纸有多脆。江爱，这好像是我第6、7次在他之后借到同一本书了，这算是什么灵魂共鸣对象吗？有缘。你联系过你朋友了吧？他马上就到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我很感谢你那天救了我，之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。在给你买早餐前，我用你的手机联系了朋友，他马上就到。怎么这么突然？你是不是在我卧室看到什么了？我只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是我弟弟的异地女友。你弟弟？我从未听他提起过你，而且他不太成熟，他不适合你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其实那个日记本吧，哎呀，我该怎么来跟你解释这件事情呢？其实他……有人要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啊？谁啊？你认识啊？他好像是苏可，又好像不是。苏可？哦，你那个恋爱原型？你们居然重逢了！我隐约的记得，当时你跟我说苏可他有个哥哥，但是他好像不是苏可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他给认错了。啊？那很尴尬了。但是他是苏可又怎么样呢？他一定不是你日记里所憧憬的那个完美符合你心意的苏可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不是苏可，不是我完美日记里的完美对象，所以我应该对他保留我的心。唉，我觉得爱情其实是一种状态，有的人说追求爱情就像灵魂追求的半生，好让自己变得完整。但是我觉得我生来就是完整的，没必要为了某个人来磨合自己的性格。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此刻的心动去找他谈恋爱，我还不如就把他永恒的放在我心底，我可以脑补一份以他为原型的完美恋爱对象，享受纯粹的精神就够了。听不懂，你要搞柏拉图式恋爱啊？这一样也不一样吧，毕竟我相信爱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只有没有实体的男人才会永远的爱你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不是我的苏可，不是那个只存在于我日记本里的完美男友，所以我也不该对他抱有幻想。怎么，我刚来他就请假？这说明你根本不配管理公司。你在公司就穿成这样，员工当然不听你说的话。你穿的倒是人模狗样，可你连准时上任都做不到，谁又能听你的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在上任前一天被人绑架？绑架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想说是我干的？哼，难道不是吗？从16岁到现在，这种恶劣行径你干的还少，怎么还不想承认？老子来这儿是给你帮忙的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真要是我叫人绑架的你，我就该让他们当场弄死你。
你敢说上个月在我水杯里下泻药，导致我会议被迫终止的人不是你？那事儿啊，那你呢？你不也在奶奶面前告我黑状，扣了我半年零花钱？况且16岁那年都过去了，既然我回来了，你也该走了。毕竟奶奶的调任只有我，我偏不。我就知道你要跟我作对，那就平起平坐，我管运营，你管市场。凭什么由你来分配？我要运营。随你。对了，奶奶之前问你恋爱情况，你为什么不老实交代？打算什么时候带她去见奶奶？交代什么？带谁啊？我又没女朋友。那你可真不是个男人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女朋友就不是男人？你、这小子该不会是交女朋友了吧？所以故意嘲讽我。不就是女朋友吗？我现在就去追一个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专门为你而来，来做我的私人秘书，工资嘛，给你翻3倍。抱歉啊，我不是文秘专业的，做不了这个。别忙活了，有大新闻。这又没多难，出门在外干什么活不是干？况且我还给你加工资了，你凭什么不答应？他都拒绝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逼他？你就这么不尊重他的想法吗？我怎么对他关你什么事儿？苏映，你别再跟我作对了。原来他叫苏映。哦，我们这是在公司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哼，你也想让他做你的私人秘书对吗？所以故意装好人跟我作对。别做梦，我不会让给你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俩领导才刚来，就为了抢女人吵起来了。江爱真厉害啊！哎，怪不得前段时间拒绝赵组长，原来是在钓大鱼，还一次钓2条。我说了，我的专业是……二位苏总，怎么吵起来了？不就是贴身秘书吗？小事儿。江爱，从现在起，你的工位就搬到2位苏总的门口，同时为他们2位服务。可是，这是公司的命令，你必须服从。2位还满意吗？哼，勉勉强强吧。这毕竟是他们情侣间的矛盾，我过多干涉是不是不太好？江爱，准备一下市场部的文件，下午要用。江爱，下午2点的会议取消，帮我约李总。我要离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应用化学和药学双学位，本来是为了研发化妆品才入职的。我的简历最早是投到了春林那边，但是因为我资历不够，所以才被调到了子公司百诗这里做新品研发。研发？可你不是市场部的吗？为什么被调岗？百诗现在没有新品研发部门了，如今的百诗只在老产品上做营销包装，产品内容已不再更新。总之，如果非要我做和化妆品彻底无关的秘书工作，那我只能辞职。既然我的情况已经交代清楚了，接下来我去打辞职报告了。等等，你之前在研发部门有什么成果吗？有的，目前有1项专利。好，你把之前的专利报表拿给我看看。如果你确实有能力，我会考虑重启研发部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打印报告。苏影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要抢我风头是吗？你收到过采车部门的通知吗？啊，没有啊。按理来说，这种大事应该和总公司汇报。既然总公司没收到消息，就说明这边有问题。哼，可能奶奶知道，只是没告诉你而已。毕竟百事之前是二叔负责，奶奶管二叔那么严，二叔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你想太多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？切！江爱和苏可不是情侣吗？为什么和他有关的这件事，苏可会不知道？我大学的专业是金融管理。你这份报告中有关成分的专业名词太多，我看不懂。但是你后面的产品效果描述和用户画像，很好的阐述了这项专利的商业价值。对于这一部分，我很看好你。之后我会对这份专利进行评估，考虑要不要作为新品的成分上市。之后会重启研发项目。你先回去继续工作吧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好的。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那我这就回去工作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件事情肯定是这样的。哎，他回来了。就是。日记的事，我要不要跟他解释呢？毕竟以后还要一起工作，我不希望他对我有什么误解。但他看起来好像并不在意。其实私底下什么都会沾一点的。哎，你说是吧？哎呦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还能做我自己喜欢的化妆品研发工作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切，假正经。什么？你说江爱的这项专利被签字申请了？签字？那不是春林的竞品公司吗？我的专利怎么会在他们手上？准确来说，这是他们的专利，这里没有你的名字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些资料我只在公司的专用通道上传过。是有人泄露了内容。看我干嘛？之前的负责人早就离职了，我只是接手。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申请，而是交给公司呢？因为我使用的是公司实验室，公司有权过问每一项在公司内产生的专利，不只是我，所有的研发人员都要这样。那其他人也有专利吗？我在工作期间也有2个人申请过，不过研发部解散之后，他们不服从调岗，就离职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商业间谍吧？这份专利是你私底下卖给签字的，同岗的人都离职了，你却留下，你分明是还想窃取我们公司的其他机密。这不可能，这上面都没有我签署的署名，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拱手让给别人？哼，人家给的多了，署名算什么？我没有，我说了我不缺钱。我相信你，我会找人事联系之前申请过专利的人，询问他们的专利情况。或许受害人不止你一个。在没有确切证据前，不要随便怀疑同事。都出去吧。哼。之前奶奶说的问题，会是这些吗？
你和我哥什么关系？这里是公司，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，难道不明显吗？谁问你这个了？我感觉他对你的态度不一般。你们是不是在公司外就认识了？不，我们不熟，顶多也算是校友。我也是华大的。校友？那岂不是跟我也是同学？你哪届的？什么社团？我比你们晚一届，我修的是双学位，没时间参加社团，顶多偶尔会去电影协会蹭电影看。电影协会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电影协会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焦糖爆米花。什么？就那个电影林冲唱戏那场夜奔，你把我爆米花吃了。抱歉，我拿错了。那一刹那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那你可记得陪我捅爆米花？好，我看完电影就赔给你。我就记得是草莓味的，结果吃到了焦糖味儿，我还以为我记错了。我还想呢，你这嘴没停过，爆米花也没见少，怪不得。你陪我出去一下，走吧。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哎，正好我还没吃饭。抱歉，我没什么印象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你就为了一桶爆米花记我记到现在，我才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只是你承诺的，给我赔爆米花的，怎么自己忘了？所以，为了帮助你完成诺言，不如我们这周末就去电影院。这还爆米花为什么非要去电影院？我现在给你买一桶不就行了？或者一会儿叫外卖送过来。那不一样，你欠我的是配电影的爆米花，不是普通的爆米花。你的要求未免也有点太……这里是公司，周末又会看电影这种话题，不要在这里谈。约会。约会，我们其实……那怎么了？不是你说的让我跟家里交代恋爱情况吗？我现在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交代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该不会你是嫉妒我有时间约会，所以故意找我麻烦是吗？我没你那么幼稚。没你那么幼稚，咱俩可是一样大。疼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请你不要随便碰我。那你倒是说一声啊，怎么还直接动手啊？先谈正事儿。经过几次接触，我对你的工作能力很认可，所以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。这是春林的王牌产品茉莉霜的介绍。茉莉霜早在8年前已经停产。哦，你是想……没错，
我希望你能够把这款产品复刻出来，重新推广上市。这可是重要秘方，连我都不知道内容，你怎么能不经过奶奶允许交给外人？奶奶把秘方给了我，就等于给了我处置的权利。这里的文件只是介绍，秘方详情只能需要我口述给你，你不能外传，否则你将负法律责任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拒绝复刻。不是，你真当这种烂摊子谁愿意接手啊？我愿意接手复刻。那好，我今天整理一下，明天就把秘方内容告诉你。好，你们都不理我是吧？出了事儿，别怪我没提醒。他就是这个小孩性格，希望这件事儿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。哎，等等。嗯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了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希望你不要再误会我们了。待会儿你要去哪儿？要不要我开车送你？哎，不用了，我约了朋友，一会儿去她男朋友驻场的酒吧玩。啊，这样啊。哟，这不是苏学长吗？这么巧。他就是来医院照顾我的朋友，在医院见过你，也是华大毕业的，跟我是一个系的。是啊，今晚酒吧学长要不要一起？人多热闹。哎，好啊。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我先去一下厕所。学长，你是不是不常来酒吧玩啊？还好。台上的是我男朋友，唱的不错吧？还好。你是不是喜欢江爱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是因为他才来的。不过，你们在公司的氛围真挺尴尬的。你该不会还在意那本日记的事儿吧？那本日记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她真的不是我弟弟女朋友？当然不是，这事儿也怪我当年没打听清楚，把你当成你弟了。关于那本日记，你可以理解成是记录江爱完美男友的案例，它只是一个代词。虽然你现在大概完全还达不到他的要求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把那个日记作为参考，或许还有一点希望。我还没说我要。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呗。来，干杯！欢迎有空常来玩。二叔，忙得差不多就回来了。我听说公司现在是你和你哥在管理，感觉怎么样？别提他，他居然要把公司交给他的秘方交给外人。什么？这个秘方奶奶都没给我，他居然就这么轻易交给一个外人去复刻，偏偏那个人还是我正在追的学妹，他就是故意抢我的风头。复刻秘方啊！既然我回来了，明天我就到公司跟你哥谈谈这事儿。放心，你知道的，二叔最向着你了。谢谢二叔。好。这些你一个人可以吧？既然是保密工作，我当然可以啊。
刚才那位就是同时迷倒你们兄弟2个的人吧？啊，长得确实漂亮。二叔，别开玩笑，这里是公司。是啊，我就是听公司的员工说，你们2个就是为了抢他做秘书，差点大打出手。3人成虎的谣言罢了。呵呵，这是你们兄弟之间的事儿，我也不好多说。不过，你能得到的毕竟比小可多，有些人就没必要和他抢了吧？二叔的意思我不明白。说得太明了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不要为了女人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啊！哎，她不是一件物品，不需要被人争来让去，选择权在他自己。二叔的话就算说得再透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这是我看了你的阶段性报告，我很满意，很期待成片。所以这是奖励。我看了你的员工资料，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你生日吧？是吗？还真是。不过生日年年都可以过，复刻老字号秘方的机会那可就不多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回去工作啦。等等，我看你2天没出实验室了。作为公司的老板，我总不能看着优秀员工因为身体原因倒下吧？是啊，我是一忙起来就不觉得饿了。那要不然去垫一口？好，去我办公室吧。嗯。哦，这也太正式了吧！不是说好垫一口就走吗？这又是蜡烛又是王冠的，这已经够简单了。你刚才许了什么愿？你懂不懂规矩啊？这愿望说出来可就不灵了。不过你这蛋糕选的倒是不错。怎么？你喜欢这个口味？那倒不是，这奶油多，热量高，吃了这一顿，明天能顶1天。糖油混合物就是高满足。你这人说话也太奇怪了。这哪里奇怪了？这就是事实。你也快尝尝。
你是不是困了？要不休息一下？应该是空腹吃了太多的蛋糕，血糖升得有点快了，所以困。我靠一会儿就好。那就靠一会儿吧。教练订了超级大的奶油蛋糕庆祝，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抹成了花脸。他还亲了技师一口，说对象嘴上的奶油才最甜。不过我想，如果苏可在的话，他应该会帮我擦掉唇边的奶油，而不是在此刻亲吻我。我知道我是个感情有些淡漠的人，所以面对过于汹涌的爱时，我可能会茫然失措。他应该尊重我们的距离，我们之间只需被无形的红线捆绑住彼此的心就够了。What you gonna do when... 确实很甜。昨天本来就想靠一下的，结果居然睡着了。今天得回家把按摩仪带过来。那个，你最近忙着工作，是不是很无聊啊？要不我带你出去玩吧？不用谢我，我也是好心的。不谢，不去。哎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是我晚会缺个女伴儿，拜托你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长得帅啊。哎，等等，好歹我也是你老板吧，大不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好吧？我的人情很有用的。什么时候？明天晚上。给，这个是我的定金。一定要带着去啊！明天晚上我来接你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是啊，这个我你们照顾。干杯！好久不见呀，苏总。这个耳饰很衬你，我可是挑了好久才选中的。我的眼光够好吧？是挺不错的。不过我好奇，一般不都是送礼服吗？你为什么会送我耳饰啊？礼服是贴身的服饰，我也不知道你的数据啊。要是突然问你，也太冒昧了吧？我又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真的不是吗？我真的。苏可，好久不见啊！好像高中毕业后就没见过了吧？是啊，大家毕业之后都忙着各自的工作，像我这种闲人，以后有活
记得推给我。哪里，春林集团家大业大，以后还要仰仗你呢。这会儿倒是成熟的大人了，看起来跟他哥在公司的表现还有点像。应该说不会是双胞胎吗？对了，你高中的时候不是在学音乐吗？怎么没……唉，累坏了吧？过来坐一会儿。我还好，毕竟是你一直在应酬。我还以为你这种性格是不会应酬的。毕竟我也是姓苏的，这些场面话我还是会的。哦，不过刚才他们说你是学音乐的，但我记得你的专业好像不是音乐系的，社团好像也是运动系啊。这么关心我的事儿，难道你早就喜欢上我了？停，就当我没说。哎，我开玩笑的。其实我以前学过钢琴，16岁那年申请了好几个国外的音乐学院，后来确实也收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。那你为什么没去？因为苏一姑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公司会全权交给苏颖来负责。我们虽然是双胞胎，但面容不相似，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同。既然不能走同一条路，那我想选自己喜欢的道路。知道吗？收到通知书那天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我迫不及待就跟苏颖分享这个好消息，还拜托她帮我藏好通知书。因为那段时间奶奶总是在怀疑我，我打算把一切都安排好之后，悄悄出国读书。可是后来，通知书在她的房间被发现了，奶奶当着我的面把通知书撕碎。她和我说，让我做苏颖的副手，辅助她，为公司效力。所以，我此后的人生都和钢琴无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苏颖跟我说，她不是故意的，是用人不小心，意外发现的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她承诺过，会藏好录取通知书，不让任何人发现。是她违背了承诺。所以，你在公司故意跟他作对，是因为这个？不完全是，但这是主要原因。怎么，连你也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吗？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已经不是16岁了，曾经能够束缚你的，如今你应该有能力挣脱掉了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应该选自己喜欢的路，虽然背负着怨恨，也是一种活法。那是属于你的自由，但是你的人生还长着呢，别把自己最想要的给忘记了。我想要。有点冷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差不多该回去了。别忘了把我送回去啊！哼，我当然记得。昨天也算是他跟我出去约会了，他还关心我，最后能追到他的人肯定是我。进度不错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投入临床实验了，我期待成品。虽然一切顺利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复刻出来的木灵霜
和原版的木林霜的描述相比，还是有些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……苏佑，你欺人太甚！哎，这里是公司，你要干嘛？在公司里大呼小叫，到底是谁欺人太甚？你敢说昨天不是你进了我的办公室，撕了我的文件，删了我的存档？我特意查了全楼的监控，昨天下午6点半到7点半的时间，监控被人删除了。那段时间你人在哪里？那段时间我不在公司。少糊弄我！我特意查了每天的监控，你都是在公司待到晚上8点左右才离开，偏偏昨天是你干了亏心事儿，着急跑吧？我都说了不是我，那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他总是这样，总在做上不了台面的事儿。当年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可能真的不是他。我知道他那个时间在哪。我闺蜜也是华大毕业的，她昨天收到一瓶好酒，就邀请苏印去酒吧品鉴了，就在你说的那个时间段。你闺蜜？找她？你们什么时候这么……对，我们早就熟悉，比你更早。好，真好。原来只有我在意。哎，苏可，别去。我觉得他好像误会了什么，这好歹也认识一场，我不希望你们矛盾闹得越来越深。他那不是……况且你去了，又能做什么？虽然这事儿不是我做的，但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，谁会这么针对他，甚至不惜损害公司的利益。你说的没错，可能是我太冲动了吧。总之，这件事儿我会处理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不跟我说一声？产品实验报告出来了，产品效果很不错，应该说不愧是曾经助力春林发家起步的产品，哪怕放到如今市场也丝毫不落后。是吗？我刚才看你在忙，所以没有打扰你。产品复刻不是已经完成了吗？你还在忙什么？是新产品吗？开发新产品哪有那么快？我只是感觉当前复刻的木林霜没有那么完美，还不能继续大规模投入生产，需要再做后续的调整。可是年度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是被竞品公司抢先上市，就会很被动了。而且，产品从来不要求完美，时间和运营才是更重要的。这商战的事情我不懂，但是我作为研发人员，我希望你可以慎重的考虑这件事情。而且我也在想，当初木林霜它为什么会被封存？当年奶奶只是和我说，木林霜到了该退市的时候了，但她还是把秘方传给了我，我也不明白原因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你觉得是不是？喂，木林霜被签字抢先上市了。什么？木林霜被签资抢先上市了？各位，关于木林霜的秘方，除了董事长本人外，只有应总一人所有。而签资方面宣称，他们是从百事内部
购买到了正版的木灵霜的配方内容。对此，你怎么解释？应总是苏家人，就算公司内部出了叛徒，也绝不可能是他，一定是江爱这个被授权复刻的研发人员泄密。没错，江爱之前就有过前科，只是被应总暂时压下来了。应总，您这是所托非人啊！什么前科？这诬陷人也要有个限度。我根本没必要这么做。况且，现在木灵霜只是初步复刻完成。我刚才还想提出延迟木灵霜的上市时间，我们不能让不完美。所以你还有意干扰新品上市，这不正说明你是商业间谍吗？什么？冯总，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情节恶劣，我们应该将涉案人直接开除，业内封杀。你这未免也太过了吧？他只是个研发小员工，这种商战哪里轮得到他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女的，一定就是她，除了她还有谁啊？肯定就是她。我之前就说她有毛病。自从我来到百世，公司内部就一直问题不断。江爱似乎一直在舆论的中心，或许我应该将计就计，给幕后黑手创造新的机会，让狐狸露出尾巴。应总怎么说？这件事儿对品牌影响很大，必须郑重调查，而且必须有人负责。我决定，作为秘方的持有人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需要承担最大的责任。所以从今日起，本人卸任当前一切职务，直到此事的恶劣影响结束。应总这个认错态度倒是值得敬佩，可是应总没必要认错，因为千姿手上的木灵霜绝不可能是正版木灵霜，包括我复刻出来的木灵霜也不是正确版本。我说过，只是初步复刻成功。按照木灵霜的描述功效来看，它是一款早晚可以使用的产品，但是以现在的效果来看，新版木灵霜只适合晚上用，因为里面还有光感成分，白天使用会导致肌肤光敏晒黑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有意把失败品送去临床实验了？你这么做居心何在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按照秘方1:1搞复刻研发的，需要根据临床效果才能做后续调整。纸上谈兵根本不现实，商战的事情我不懂，难道化学上的事情你们就懂了吗？说你不对，你还顶嘴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？眼下的关键是如何复刻出完美的木灵霜。如果千姿手里的木灵霜真的是我复刻的版本，那我敢保证，不出半个月，新品的差评反馈就会增加。我们也可以因此来起诉千姿。既然你是1:1复刻的秘方，为什么会和原版不同？我猜应该是环境的原因。有一位核心原料的生产地近20年里气候变化巨大，土壤温度改变了其药性，这或许也是董事长封存木灵霜的理由。所以我申请出差，去相近的环境下寻找替代品，用以复原。你该不会是想借着出差的名义逃跑吧？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毕竟内鬼确实存在，我还是要对此负责。我现在决定不变，我不在公司的期间，一切事务由可总负责。可以，我会尽心辅佐可总的。要邮寄的东西这么多吗？说起来，我们出差主要是做什么？上山采药吗？我刚才已经订了1个月的民宿，这些器材邮寄过去，方便后面实验。至于采药，你会采药吗？不会，毕竟我擅长的……我知道他所擅长的事与我不同，所以我想，当我下乡采药、社会实践的时候，他应该会帮我。帮你递个锄头，拿个剪刀，背个水壶什么的，尽我所长嘛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之前就不想帮公司处理事务，怎么现在还成我挑大梁？
而且我想跟江爱一起走。二叔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管理公司不好吗？董事长之前总是不给你掌管公司的机会，如今你权力在手，你应该开心才是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江爱的姑娘？我是在追求她，她人挺好的。我之前在学校就……所以我才不让你跟着去。为什么呀？你和你哥都对野外采集一窍不通，去吧也是暴露缺点，不讨人喜欢。你就留在公司，只要管理好公司。哪个女人不喜欢光鲜体面的男人？而且二叔是不会害你的。上次的事儿就算了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回来。喝吗？你喝吧。我还是对自己的体力太有自信了。等我回去，我一定要加强锻炼。你能跟上来已经很好了。我原来也想，是不是可以用附近药厂的药材，但是想了想，还是上山。毕竟野生的和养殖的环境不一样，就有可能导致成分不一样。而且秘方里不是也写了，采摘原料时最好采摘带有晨露的。有很多中药制材里都有这项要求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但是还想亲自来这种地方采摘对比一下会比较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好，你们也是往山里去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准备在附近扎营。哦，我还想说搭个伴儿呢。你们是情侣吗？对，我跟我男朋友出来玩。那祝你们玩得开心啊！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想占你的便宜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和陌生人解释那么多，随口说的。其实，这种便宜你占了没关系。我看有2株药材就在这儿，不如我们今晚就住在这儿，等明天凌晨就可以取样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搭帐篷。虽然他不是我憧憬的完美男友，但有时候我感觉他和我日记里描述的样子真的很像。好吧，看来不像的地方更多，毕竟他是苏印啊。看我的吧。想不到我在日记写下的场景，居然会在现在浮现。他比我想象的更优秀，那他会喜欢努力向他日记靠拢的我吗？抱歉啊，我忘记提醒你，我就准备了1顶帐篷，毕竟我们不是开车上来的，背的东西有点多。今晚就麻烦你和我将就一下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同一个帐篷，同一处星光，我感觉还挺浪漫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有这种露营的经历，感觉还挺新鲜。就是白天的时候听到有很多的鸟叫，但是到了晚上一直也听不到。难道它们像人一样也需要睡觉？当然了，这大部分的鸟类晚上都要睡觉的，像猫头鹰这种晚上不睡觉的，又被归属为夜行性，也算是特别的鸟。你知道还挺多啊，你除了化学和药学以外，难道还辅修了动物学啊？
我开玩笑的，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以前养鸟的事情。你还养过鸟？我小时候经常看鹦鹉 Alex 和他的抚养员的故事，于是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养只会说话的动物，我妈妈就送我一本百科全书，她说让我了解鸟类的习性，再决定要不要养鸟。你就想养一只鹦鹉，用得着看百科全书吗？这也许是我妈对我的锻炼吧，她想让我学更多的知识，无论是什么类型。你看，现在不也是用到了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还是坚持想要一只鹦鹉，我也得到了一只鹦鹉。不过准确的来说，我只是暂时得到，又失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失败了。我只学会了饲养，没有学会培训。它是一只不会说话的鹦鹉，而我也没有成为故事里的主角。我妈妈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饲养人，我就不能再养它了。直到我妈妈把它送走的那天，她还没和我说过一个词。因此，我们也无法说再见。因此，我们也无法说再见。我刚才很想安慰他，但他在日记里说过，他不擅长回应别人的安慰。我该怎么做呢？就连我的日记里都没有设想过自己能看到他这样安静的睡人。不过这也很不错。我怎么下意识装睡了？好想和他一起出去啊！但他写过，他更喜欢能安静陪伴的男人。我要忍耐。你快看，太阳出来了。
对，就是他。我来吧。唉，我其实是办公室坐久了，居然忘了下山比上山还累。我看你倒是比我轻松啊。毕竟你学的就是坐办公室的，而我辅修的是药学专业，是需要上山采药实践的，也算是锻炼习惯了吧。这些我们还是随身带着吧，我刚采的药别给压坏了。你疯了吧？竟然抢到了我头上，这可是我刚采的药材。上！你们抢劫不成，就想杀人啊？信不信我把你们脑袋都开瓢？哎，那边的人干嘛呢？快走，快走！你怎么样了？没事。哎呀，糟了，我这次忘带急救箱了。喂，120吗？我们在南山的后面停车场。对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好，你坚持一下。祭祀三番的尸首，一群废物！二叔，这是跟谁说话？哎呀，是几个员工办事不妥当，我有点气急了。什么错误能让二叔这么生气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我年纪大了，情绪有些不稳定。这样啊，那二叔可要先保重身体啊。医生说你的伤不严重了，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上次躺在床上的是我，这次却换成了你。我们最近还真是够倒霉的。我猜，他们和之前绑架我的人一样，可能还是冲我来的，结果把你给卷进来了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你看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不过说起来，上次被绑架，这次都甚至动刀了。你们如今的商战都这么违法？什么商战？我弟弟对我的私仇罢了。你是说苏可？小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次很不愉快的矛盾。自那以后，他就对我频繁下手。我气过，也恨过，但我一想到他是我的亲弟弟，我还是不忍心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像他做的。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你不了解他，别被他平时的样子给骗了。不了解他的人真的是我吗？感觉他们应该好好谈谈才行。但我毕竟是外人，我应该干涉他们吗？他是想喂我吗？但我记得，给我吧，我自己吃就好。哦，好。那我先回去做采样分析，如果你有事情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好。
要不再叮嘱几句？天啊，你这伤口都要裂开了！嘘，你小点声，他还没走远呢。他喜欢坚强的人，我不能露怯。他喜欢坚强的人，那你也不能这样啊！万一伤口发炎了，人家女孩子岂不是更担心？我没想那么多。何况你本身就不是人家喜欢的类型，你这么能装，还能装一辈子啊？我可以。怎么啦，亲亲宝贝？上次在酒吧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和苏英说过什么？啊？怎么忽然这么问？我就觉得他有意在模仿我日记本完美男友的模样，这是不是你？嗨，这事儿啊，是我告诉他的。如果想追你的话，就必须参考你日记本的完美男友案例。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。就算他想追我，也没必要这么勉强自己吧。我当年也说了，我想要的是幻想中完美男友的样子，现实的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。万一他做到了呢？什么？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完美恋人，不是很好吗？如果他愿意为了你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，这足以说明他爱你胜过爱他自己，不是吗？可是即使这样，我也觉得他没必要这样做。虽然我有一固定男友，但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得有现实版的伴侣。所以对于你日记里虚构完美男友这事儿，我一直是支持的。但现在，一个完全符合你要求的男人即将出现在你身边，你却在抗拒他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拥有了实体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想，我确实该冷静考虑一下。这次上山采药的结果，和我在本地找的药材商数据差不多，而且原料状态很稳定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可以复刻出最经典的木林霜。一定。那我先回去工作啦。好吧，那你多注意休息。对了，我们后天就要回城了，你需要我帮你打包吗？我上次看你……不用啦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为什么感觉从医院出来后，他好像有意躲着我？是我哪里做错什么了吗？明明我们的座位都是挨着的，他为什么一路上都没有理我？为什么感觉他比之前更粘人了？可我还没想清楚怎么面对他，他不会觉得我在冷暴力他吧？要不还是我送你上楼吧。哎，某人可真是没有绅士风度啊！哼，你怎么能让个女孩子拿行李箱？难不成你的手断了，拿不动东西了？我手为什么受伤？难道不是拜你所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这也能赖我？不是你自己采药没采明白，把自己划伤的吗？你别在这儿吵架了，苏可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我们公司里见面。喂，江烈，是我苏映，我想问你，怎么样？我可是专程来接你的，比他靠谱吗？你做过报复他的事情吗？你是为了他在质问我吗？你跟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
我只是在问你，你除了和他作对以外，有没有做过伤害他的事情？我不是在为他打抱不平啊，我只是好奇，你都做过什么？对，我是报复过他，比如在水里放泻药，剪坏他的衣服，但那都是小打小闹。我可没有他心狠。他有一次竟然找人把我的腿打到骨裂，即使这样，我都顾念着情分没报警。他还想怎么样？干嘛？你不相信我？所以不是你找人在他入职之前绑架的他，也不是你找人在山脚的停车场堵的我们，还捅伤了他。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不是我受伤了，是你哥。他还以为是你做的呢，所以你刚才的行为在他眼里就是挑衅。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况且前段时间公司忙得我焦头烂额，我哪有时间？等等，你说的那天是几号的事情？应该是7月28那日，我们中午去的停车场，下午去的医院。几次三番的失手，一群废物！难道是他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他毕竟是我的长辈，怎么会？难道上次的事情也是因为他？长辈？难道是风总？我之前陪你去宴会的时候，你说过你欠我一个人情，今天我想要用到它。什么？我希望你们兄弟二人可以好好谈谈，把之前的事情聊清楚。我知道我这样做很没有分寸，但我真心希望你可以这样做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答应你。只是，你希望我们兄弟俩来好好谈谈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他？新版茉莉霜的样品1周之前我已经发给董事长，董事长表示很满意，认为新版茉莉霜找回了经典版的精髓，他已经同意将新品投入生产，并要求我恢复原值。不愧是董事长最偏爱的孙辈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之前的秘方泄露一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？风董，既然董事长同意应总官复原职，想必是已经接受了他将功赎罪。我只是替可总感到不该，凭什么可总帮了应总这么久，最后还是让应总占了便宜？我只是心疼可总啊。二叔，这些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接下来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自己吧。苏南风任职百事总经理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倒卖专利，侵害员工利益，同时也是真正出卖秘方给签资的人。什么？居然有这种事情？怎么会是他呀？天哪，二叔，你在那天下班之后进了我的办公室，表面上留下文件引起我的注意，实际上是把江爱抄送给我的邮件拷贝走，还不忘删除记录。只可惜打印机把你的打印记录留了下来。不是我，小可，我知道的不止这些，还有当年的旧账，咱们没有好好的算一算呢。二叔，你敢说当年我们兄弟二人不睦这事儿跟你全无关系吗？合作，我和你先说好，要不是江爱告诉我你在冤枉我，我才懒得联系你。总之，我没找人绑架你，也没在背后捅你刀子。那你呢？前段时间我被人打到骨裂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？不是你自己摔伤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那段时间以为是你干的，所以不想承认罢了。我们真不愧是双胞胎，不仅喜欢同一个人，就连上当受骗，也来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那我就说清楚一点。当年我和苏可关系破裂，
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收好他的通知书。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，明明我藏在抽屉最底层的信封，为什么被保洁找到，并且告密？你在7月28日下午的那通电话，让我开始怀疑你。我找到了当年的保洁，他承认是你跟奶奶搞的密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7月28号的那天伤我的人已经被警察抓到了，那边已经交代你买凶杀我的事，可不止1次2次，还有前年把我腿打成骨裂的，也有你的一份。你可真是我的好二叔啊，这么信任你，你从始至终一直在耍我。平时关系不好，这会儿可真像双胞胎啊！耍你？是你们的奶奶和你们的爸爸先耍的我。你奶奶那个老顽固，一直就偏心长子，对次子的好从来都视而不见。平时要我辅佐你们的爸爸，直到他死了，也要专心培养你当董事长。还有你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和我一样，都是这个家族推崇长子制度的受害者。你从小到大都活在了光环里，你难道不一样吗？二叔，我只想学音乐。如果不是你告密，我早就开音乐会了。真要说起来，我更怨你。学音乐算什么？我说过的，只有权力才能帮你。你太年轻了，那是你的想法。二叔，你不是在帮我，你其实是想帮年轻时候的自己吧？二叔，奶奶她给过你机会，在我汇报的时候，她说这些事她早就知道了，她派我来，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抓到那个把柄。她想要的是争斗后剩下的更优秀的继承人。啊，是吗？妈，原来你不爱任何人。这段时间你忙着木林霜的事儿，我也忙着搜集证据。1周没有好好说话了吧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还有件事，你是想跟我表白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还是我先说吧。其实，我大概也是喜欢你的。那我们……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，这也是我思考后所做的决定。我的答案是，就算是作为陌生人，我也不希望你们兄弟2人带着彼此的怨恨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谈谈。其实我更好奇的是，你喜欢我什么？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。如果你是因为苏印才争夺我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当然不是这个原因。其实，我对你更像是一见钟情，不管是当年电影协会，还是在游泳池旁，你的身影都很让我难忘。身影？所以其实你并不是喜欢我本人，而更像是喜欢一段影像。喜欢一个人的判定需要这么严苛吗？那你呢？你又是怎么确定自己喜欢一个人的？我对你确实有一些好感，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你照着我日记憧憬所模仿的样子，这不是真正的你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对你的感情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是我能确定，我不希望苏印为了我而变成我完美男友的样子。我希望你就是你，而不是为了我来改变你自己。现在我也开始走我自己的路了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辞职？是因为我吗？你没必要。
他们怀疑我是商业间谍的时候，我就说过我没必要这么做，因为我也不缺钱。我妈妈的连锁美容院经营得很好，而且我来化妆品公司上班是为了历练我自己。现在我也该回去接手生意了。你放心，木灵霜的复刻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，我不会偷走配方的。再见。之前你提到的地址，现在发给我。怎么，有我陪你还不够？这么心不在焉呢？我没有。毕竟追你的又有哥哥又有弟弟，所以你挑花眼了吧？哎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我对苏可没有那种想法。这么说，你喜欢的是哥哥？你干嘛不说清楚啊？这次只是暂时回去，等业务熟了之后，有可能会回来继续开分店呢。那不一定，毕竟我妈的理念是打造区域品牌，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质之后再开分店。等一家一家的分店开到这里，大概要好多年呢，没必要给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况且我也说了，我不希望她为了我而改变自己。唉，那你也太在乎她了，这都能舍得分开，佩服佩服。好了，就别开玩笑了。我想，我在乎的，也许是他完美男友的样子。至于他本人，我也想不通了。唉，我只清楚，希望他自己做自己，而不是一味的为我付出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机场了。我一会儿呢还要接技师下班呢。你，唉，还真是重色轻友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也不知道那小子能不能把握住机会。坐。这就是我和小爱，还有他爸之前生活过的地方。谢谢。我之所以来拜访您，是因为江爱的朋友江脸说，他当年的爱情观是受您的影响，他才会喜欢我，就抗拒我。我想冒昧的问您一下，当年发生了什么？放心放心，同学会我肯定到，咱们晚上见。我不是说不许你去同学会吗？为什么还要去？你不就是担心我会和当年的初恋发生些什么吗？那我都说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们没可能的。过去了，那怎么前2次同学聚会你都没去？他从国外回来了，你也要跟着去？你敢说你没有其他想法？那2次正赶上咱们美容院的起步期，我要是没做出成绩就去同学会，那不成了送上门的笑话吗？是啊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那你这次去是炫耀给谁看？他吗？这些话就非要当着孩子的面说吗？你先自己在这儿玩一会儿，爸爸妈妈有事要谈。听话，乖。这才是人生难遇的历。我不管。
管，你今天就是不能出这个门。我压根儿就没那种想法，就算见了他又怎么样？你今天走了，就别再回来了。他死在了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实施背叛了。你呢？你会发誓你一辈子都只爱他，永不背叛吗？不，如果我现在毫不犹豫的发誓，我永远不变心，这听上去更像是激素上脑的莽撞发言，这和骗子没有任何区别。但我会用实际行动，尽我所能让他不后悔和我在一起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，他得勇敢地迈出第一步。哎呀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喂，妈，我回家了。你是在美容院吗？是我。苏映，你怎么会拿着我妈的手机啊？我是来找你的，顺便来提前拜访一下伯母。没想到你现在打电话过来了。你们怎么会？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作为东道主，不得好好招待一下吗？那确实。也不对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在这里差不多能待3天，明天我来接你，就当是3日约会吧。哎，你怎么自顾自的答应上了？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你会拒绝他吗？他之前一直模仿你的喜好，虽然你能接受那样的他，但他毕竟不是真正的他。如今他开始尝试向你展示真正的自我，你愿意给他机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当年告诉你，没有实体的男人才会永远爱你，这是基于我的经验得出的结论。但你现在依赖我的经验，一步也不敢迈出。妈妈不希望你被我的经验困住，毕竟这是你的人生，答案是由自己得出的。送给你。你都在门口站了10分钟了，怎么还不敲门？你怎么？我这不是想给你留个好印象吗？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干嘛那么拘谨啊？当然是第一次，这可是你第一次见到最原本的，没有模仿任何人的，想和你约会的苏映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好啦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们快出发吧。这个水果真甜。
那我们一起拍张照片。好。哟，才第一天约会，就这么开心了？那你是跟他玩的开心，还是跟我玩的开心呢？你这是什么谁掉水里先救谁的变种问题啊？这是两种感觉，不一样。吼，两种感觉。那你今天不是以朋友来看待他的，而是确实以交往对象来看呢，对吧？算是吧。看来你对这个苏映还挺满意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说的是3日约会，3天之后，你又该以什么心态和身份面对他？我想先经历再决定。我会考虑要不要遵循自己的心。我们走吧。快，你帮我拿一个那个。好。你这怎么垂的都不平啊？哦，你是想做一个垂纹吊坠？我做的不是吊坠，是戒指。我想亲手做个戒指送给你。我看看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儿。你慢点儿，小心点儿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专业的。这又是在做什么？我想看你自发的戴上它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等等，要不然今晚我去你那儿住吧。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干嘛这个表情？脑子里在想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有想啊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准备？你想准备什么？好啦，我不逗你了。我来这儿是看你天天接我怪麻烦的，所以就直接住过来。但是没想到你居然住的是独居卧室。今晚我们就只能在这儿将就一夜了。那我去沙发睡。你躲什么？你是害怕我，还是害怕你自己啊？不说了，我们赶快睡觉吧，明天还要约会呢。
你醒了？你怎么不叫我起床啊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约会。谁说约会必须出门啊？在家里看电影，不也是情侣的日常吗？那让我看看，你都想什么电影？来。你快看，那个人长得好奇怪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每次都是他。别怕。这哪里是喜剧片啊！我都哭成这样了，这一点都不喜剧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最后他们团聚了。你是不是故意选这种片子惹我哭的？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因为我想告诉你，即便一时失去的，最终也一定会回到你身边。我原本预定的今早的飞机，但在离开前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12点，请准时开门。这是苏先生给我的吗？这就是他送我的礼物。你好，我叫江爱。江爱，江爱，你真好，我爱你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可是他已经走了，我们也没有明天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儿。Alex 之所以会和他的饲养员告别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陪伴已经到了尽头。但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彼此。或许人生的尽头注定是告别，但至少这一程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或者说，你愿意明天，明天之后的明天，仍然与我相见吗？你怎么总是想惹我哭？对不起。那你可以教我怎么哄你开心吗？那这样，不是又成了你模仿我日记本里完美男友的模样了？我想问问你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你很好，很优秀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你都是一个出色的人。这听起来有点像老板对员工的评价。但我就喜欢这样的你啊，喜欢你，也包括你作为员工的一面。而且，你在学校好歹也见过我一面，而我呢，只能看着你的名字，想象素未谋面的你。图书馆的借记卡上，我的名字始终跟在你的名字后面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和我喜欢同样的书，那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灵魂是契合的呢？现在看来，梦想成真的不光是你，还有我。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，你愿意喜欢，
此刻站在你面前的这个苏映吗？我想尝试，至少未来一段路，我想和你一起走。Oh my god！ 这可真是老房子着了火，激情四射啊！你们看给单身的人激的，这会儿都喝多少酒了？他可未必是因为我们。最近奶奶刚刚同意他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，虽然钢琴熟练度一时半会儿追不回来，但可供他选择的还很多。他怕是高兴的挑花了眼吧？才不是，我就是……算了。总之，你以后要是敢惹他不开心，我保证要把你从他身边一脚踢开。你们接下来是不是好事将近？不，之后我们要分开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开，经营彼此的事业。等我们各自的分公司开到同一座城市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长久陪伴彼此的时候。是的，与其让某一方退让，我更希望我们能够齐头并进，做更好的自己。你可真是个事业脑啊！不管怎么样，希望未来的每一天充实快乐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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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闺女就是稳重啊，这么吵都不行。孩子随爹呗。那我还是希望孩子随我，可不能跟他爹一样当个巨嘴葫芦啊。还是说说你们吧。3年前你们说先立业再成家，如今你们2个可都是事业有成啦，分店都开到一处啦。接下来这个嘛，我还没有问过他是怎么想的。他可急坏了，我也急。老哥，你明知道我今天要给乐队架子鼓伴奏，你还挑今天？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有惊喜！惊喜！惊喜！来。我想，我还是太笨嘴拙舌了，对你的爱难以言表，但我做梦都幻想着这一刻。江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看来我们的梦境相通了。我愿意。江爱，江爱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了，以后这句话还是由我来说吧。